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的软骨正在磨损，而且对此束手无策，我希望你忘掉之前听到的一切，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要向你展示5种食物，它们实际上可以帮助重建你膝盖、髋关节和脊椎的软骨。而在这份清单上排名第1的食物，甚至让研究人员都感到惊讶，它现在就放在你的冰箱里，但大多数人都完全忽略了它。71岁的林妈妈告诉我，她原本以为自己再也不能遛狗了，她的膝盖痛得非常厉害，甚至无法走到车道尽头就必须停下来休息。她的医生说，软骨正在变薄，除了控制疼痛外别无他法。但在她改变早餐饮食习惯的3个月后，林妈妈现在每天早上都能带住她的黄金猎犬走上1英里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当你提供给身体正确的工具时会发生的事情。我是密开尔，医师。20多年来，我致力于帮助长辈们无痛的活动。我曾协助过数千名60岁以上的患者。我学到了一件大多数医生从未告诉过你的重要事情：你的身体永远不会完全失去我修复的能力。那些运作机制仍然存在，它只是需要正确的原料来完成工作。现在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年龄，我想知道我今天正在帮助谁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亲自阅读每一则留言。塔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 的一项指标性研究追踪了2000多名成年人近10年。研究人员使用核磁共振 MRI 扫描来实际测量参与者膝盖软骨的厚度。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。那些摄取特定营养素的人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软骨流失的情况明显较少。我们谈论的是47%的差异。这不是一个小的改善，这是需要置换人工膝关节与能够无痛行走至80岁之间的差别。在揭晓这5种食物之前，让我解释一下你的关节内部实际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，其他一切就讲得通了。把你的软骨想象成一块厨房用的海绵，一块厚实、有弹性的海绵位于你的骨头之间。每次你迈步爬楼梯或是从椅子上站起来时，它都会吸收冲击力。当你年轻时，那块海绵饱满且充满水分；当你施加重量时，它会压缩，然后马上回弹。但这就是60岁以后会发生的情况。你的身体开始减少制造维持那块海绵所需的修复材料。构成结构的胶原蛋白纤维分解的速度比替换的速度还快，然后慢慢地，年复一年，那块厚实的海绵变得更薄，弹性也变差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早上会感到僵硬，这就是为什么在车里坐了1个小时后你的膝盖会痛，这就是为什么爬楼梯变成了你恐惧的事情，而不是你几乎不会注意到的事情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也是我希望你记住的，你体内的修复机制仍然在运作，工厂还在运转，并没有关闭，它只是在等待正确的原料被运送进来。而这正是这5种食物所提供的。我名单上的第5名是甜椒、彩椒。我现在就能听到你在想什么。甜椒对我的关节有用，蔬菜怎么能帮助我的膝盖？请耐心听我说，因为这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迷人。关键在这里，没有维生素，你的身体就无法制造胶原蛋白，这是一个生化事实。胶原蛋白是构成软骨结构的主要蛋白质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，你的身体根本无法建立新的软骨组织。这就像试图盖房子却没有钉子一样。你有所有的木材，但没有东西可以把它们固定在一起。发表在《风湿病年鉴》Annals of Rheumatic Disease 上的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超过25人多年。
那些维生素摄取量最高的人，罹患发炎性关节问题的风险降低了60%，并且软骨分解的速度明显较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推荐甜椒。一颗中等大小的红甜椒含有超过150毫克的维生素 C， 这比你从柳丁中摄取的量多出2倍以上。而且与柑橘类水果不同，甜椒对你的胃非常温和。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许多6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困扰。让我告诉你关于69岁吴大姐的故事。吴大姐多年来一直服用维生素及补充剂，每天早上500毫克，但她的关节僵硬从未改善。当我检视她的整体饮食时，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她的身体无法有效地从那些药丸中吸收维生素 C， 保健食品的效果并不总是与天然食物相同。我告诉吴大姐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，停止服用补充剂，改为每天吃1颗红甜椒，只需切片后搭配午餐食用。6周后，吴大姐告诉我，她晨间僵硬的改善程度比过去2年服用补充剂时还要多。她说，我真不敢相信一种蔬菜做到了我昂贵的保健品做不到的事。如何使用甜椒来促进关节健康呢？你每天大约需要半颗甜椒，切片后约为1杯的量。红色和黄色的甜椒维生素含量最高，尽可能生吃，因为烹饪会破坏部分的维生素 C。 你可以沾鹰嘴豆泥吃，加入沙拉中，切片放入鸡蛋里，或者直接当零食吃。在冰箱里准备1盒切好的甜椒，饿的时候随手抓一把。甜椒为你的身体提供了制造胶原蛋白所需的活性塞。但等等，直到你听到第4名，因为这个食物直接提供胶原蛋白本身，让你的身体可以立即使用。第4名，大骨汤。当你将动物骨头熬煮12到24小时，会发生一些强大的变化。骨头中天然存在的胶原蛋白会分解成明胶，并释放出甘氨酸托林等氨基酸，这些正是构成你软骨的基础材料。你正在给你的身体提供现成的修复材料，可以直接投入工作。宾州州立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研究调查了患有活动相关关节不适的运动员，在补充胶原蛋白24周后，他们表现出显著的改善。而大骨汤是这些相同胶原蛋白化合物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。让我告诉你陈阿姨的故事。她今年73岁。当陈阿姨第一次来看诊时，她痛得柴牙咧嘴，几乎无法下车。她的膝盖已经困扰她5年了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她试过葡萄糖胺，试过软骨素，也做过物理治疗。有些方法有一点帮助，但没有什么能带来她所谓的真正的改变。我建议她每天早餐前喝1杯大骨汤。她怀疑地看着我，他说 ：“Michael， 医师，我已经忍受这个5年了。我花了几千块买保健品，现在你告诉我喝汤会有用。”我请他信任我6周。前2周，陈阿姨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同，她差点就要放弃了。但在第3周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下床不再那么困难了，刚走了几步路也不那么痛了。到了第6周，他兴奋地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我昨天逛完整个超市，甚至没有想到我的膝盖。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没发生过了。”你如何使用大骨汤？每天1杯，约240毫升，8盎司。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空腹第一件事。
这样你的身体能更有效地吸收胶原蛋白化合物。你可以在大多数超市买到现成的，寻找标示草饲 grass-fed 或放养 pasture-raised 的品牌，避免粉末版本。来自真骨头的液体形式更有效。如果你自己做，将骨头用摄氏200度、华氏400度烤30分钟，然后加入少许苹果醋慢炖24小时。醋有助于萃取更多的胶原蛋白。现在我想请你诚实地思考一个问题：这5种食物中，你目前有几种是经常吃的？不是偶尔，而是持续的吃。如果答案是0或1，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会有现在的感觉。请继续观看，因为接下来的3种食物可能正是你所缺失的。第3名，高油脂鱼类，鳜鱼、真鱼、沙丁鱼。这些鱼类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而 Omega-3 做了一件其他营养素无法做得那么好的关键事情，它们负责灭火。让我解释一下，当你的软骨开始分解时，你的身体会引发发炎反应，发炎化学物质会涌向该区域。但问题在这里，发炎本身会导致更多的软骨损伤，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更多的分解导致更多的发炎，进而导致更多的分解。Omega-3 脂肪酸打破了这个循环。它们是强大的天然抗炎剂，可以在没有药物副作用的情况下平息免疫反应。把发炎想象成你关节内燃烧的一把小火，这把火每烧1天就会造成更多的伤害。Omega-3 就像冷水一样扑灭那场火。哈佛医学院的一项大型研究分析了超过30名参与者的数据。那些摄取最多富含 Omega-3 食物的人，其发炎指标显著较低，关节损伤的进程也较慢。如何食用高油脂鱼类？每周2到3次，每次约3到4盎司，大约手掌大小。野生捕捞的鲑鱼非常棒。带骨的沙丁鱼罐头对于补充额外的钙质来说也很棒。在正餐时吃鱼，其他的脂肪有助于吸收。重要提示：避免食用养殖的无锅鱼 （Tilapia） 和鲶鱼，它们的 Omega-3 含量低，而 Omega-6 含量高，这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发炎，这与你想要的相反。所以现在你有了来自甜椒的维生素来构建胶原蛋白，来自大骨汤的现成胶原蛋白，以及来自鱼类的 Omega-3 来停止发炎循环。我们正在建立强大的防线。但第2名解决了一个隐藏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影响了近80%的长者，而他们却不自知。第2名，南瓜子。这些小种子是大自然中最丰富的镁来源之一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镁参与了你体内超过300种生化反应，其中几个直接影响你的身体如何构建和维持软骨。临床营养学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使用核磁共振扫描检视了2500多名成年人的镁与关节健康，结果令人震惊。即使在控制了年龄、体重和活动量之后，镁含量较高的人拥有明显更健康的膝盖软骨。问题在于，大多数60岁以上的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缺乏镁，症状很细微，晚上抽筋、睡眠困难、疲劳。大多数人将其归咎于老化，但对关节的影响却在默默发生。南瓜子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养汤时，大约1小把就能提供你每日所需镁含量的近40%。它们还含有用于胶原蛋白生成的锌和天然抗炎化合物。
68岁的张大哥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退休工程师，他为了膝盖疼痛，尝试了一切方法，吃了6个月的保健品，打了几周后就失效的类固醇注射。他甚至开始研究手术。当我检视张大哥的饮食时，有一点很突出，几乎没有富含镁的食物，都是加工食品、白面包、微波便当，很少有蔬菜或坚果。我建议了一个简单的改变，每天早上在早餐中加入南瓜子。就这样，3周后，张大哥注意到他的晨间僵硬明显减轻了，他可以更容易地下床。6周后，他几乎激动地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礼拜六打了18洞的高尔夫球，我已经2年多没这样做了。我的球友们都不敢相信。如何食用南瓜子？每天2汤匙，撒在燕麦片或鸡蛋上，加入沙拉中或当作零食吃。生的或轻度烘烤的是最好的，避免重咸的口味，并且要细嚼慢咽以释放更多营养。你曾经检测过你的镁含量吗？大多数医生不会常规检查这个。如果你有关节僵硬加上肌肉抽筋或睡眠品质差，缺镁可能是连接这一切的原因。现在我们快要讲到第1名了，我希望你仔细听，因为这最后一种食物可能是我今天分享的最重要的东西。这是你厨房里几乎肯定有的东西，而且研究结果非常显著。但首先，让我向你展示为什么这个组合能如此强大有效的协同运作。甜椒提供维生素，这是胶原蛋白生成的活性塞。大骨汤提供身体可以立即使用的现成胶原蛋白。高油脂鱼类平息破坏软骨的发炎之火。南瓜子提供镁来进行数百种修复过程。每种食物解决不同的部分，但第1名以一种让研究人员都感到惊讶的方式将所有东西联系在一起。第1名，鸡蛋。鸡蛋看起来很普通，就像是你祖母做早餐的东西，但关于鸡蛋和关节健康的研究确实令人瞩目。你的软骨需要完全蛋白质 （complete protein） 来重建。鸡蛋以你身体所需的确切比例提供了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。营养科学家称，鸡蛋为蛋白质品质的黄金标准。但让鸡蛋对关节特别有效的原因在这里，它们含有硫、素麸。硫对于体内自然产生葡萄糖胺和软骨素绝对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些化合物保持软骨的水分和缓冲性。没有足够的硫，你的身体就无法维持健康的软骨。一项来自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的研究发现，含硫氨基酸在结缔组织修复中扮演直接角色。鸡蛋是最丰富的来源之一。不仅如此，鸡蛋含有维生素的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的研究发现，维生素的过低会加速软骨流失。2颗鸡蛋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的 15%。 鸡蛋还含有用于减少发炎的胆碱 choline， 保护软骨细胞的硒 selenium， 以及对骨骼健康有益的磷。当你吃鸡蛋时，你不是只得到一种营养素，你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包裹。让我告诉你关于王伯伯的故事。他今年76岁。当他第一次走进我的诊公室时，他拄住拐杖。根据他的外科医生的说法，他的左膝已经是骨头磨骨头了。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定在3个月后进行。王伯伯不想动手术，他看着他的兄弟经历过这一切，并在痛苦的恢复中度过了好几个月。他问是否还有其他尝试的方法。
我围绕住这5种食物，给了他一个综合计划，并以鸡蛋为基础，每天早上3颗鸡蛋，随他喜欢的方式烹调。6周后，王伯伯不再那么频繁地使用拐杖了。3个月后，在预定手术的前一天，他回去找他的外科医生。医生检查了他，测试了他的活动能力，看住他走路。外科医生困惑地坐下来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这个膝盖比3个月前活动得更好了。你现在不需要手术，我们再观察看看。”这已经是18个月前的事了。王伯伯仍然不需要手术，他每天早上走2英里路。他告诉每个人要吃得正确。王伯伯的结果可能不代表你的结果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但他的故事展示了可能性。如何为了关节健康吃鸡蛋？每天2到3颗鸡蛋，早餐是理想的时间。吃全蛋，包括蛋黄。蛋黄含有大部分的有益营养素，不要把它丢掉。无论你想怎么煮，都可以炒蛋、煎蛋、水波蛋、水煮蛋，都很好。为了获得最大效益，将鸡蛋与蔬菜一起吃。蛋黄中的脂肪有助于吸收蔬菜中的维生素。甜椒欧姆蛋、煎蛋卷，将2种食物结合在一餐中。现在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日常作息表，把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。每天早上先喝1杯大骨汤，加热后在进食前喝下，只需要2分钟。早餐吃2到3颗鸡蛋，随你喜欢的方式，在旁边加上切片甜椒，或做成甜椒蔬菜欧姆蛋。在鸡蛋上撒2汤匙南瓜子，或者把它们当作上午的点心。每周2到3次，午餐或晚餐吃高油脂鱼类，鲑鱼、沙丁鱼，任何你喜欢的。这就是完整的计划。早晨的大骨汤，早餐吃鸡蛋，每天吃南瓜子，每周几次鱼。你不必做到完美，你不必一次开始所有事情。挑选一种食物，我推荐鸡蛋，因为最简单。这样做了2周，然后加入大骨汤，然后一次加入其他的。微小的改变会随着时间累积，你的身体需要6到12周才能显示出明显的改善。给他一点时间，相信这个过程。重要提示：这是卫教资讯。如果你有严重的关节损伤，即将进行手术或正在服用药物，请与你的医生讨论这些食物。有些食物可能会与特定药物产生交互作用，但对于大多数60岁以上有日常僵硬困扰的人来说，这些改变是安全、天然且有坚实研究支持的。你会先加入这5种食物中的哪一种呢？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，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，并希望在几周后听到你的进展。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健康资讯。我每周都会分享简单的方法，帮助你在60岁后活动自如，并保持独立自主。如果你认识正在受关节疼痛之苦的人，请分享这篇文章，这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。还记得那位痛到无法下车的陈阿姨吗？喝了6周的大骨汤，她就能无痛地逛超市了。还记得那些保健品无效的吴大姐吗？1天1颗甜椒改变了一切。还记得2年没打高尔夫球的张大哥吗？南瓜子让他冲回球场。还记得预定要换膝盖的王伯伯吗？18个月后，他每天走2英里。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。你的身体想要愈合，你的软骨想要重建，你已经给了自己这张地图。现在跨出第一步，明天早上为自己做些鸡蛋吧，这就是你需要做的全部。从那里开始，
感谢你花时间听我分享。你的健康很重要，你的独立自主很重要，你与家人保持活跃的能力很重要。请保重自己，你值得拥有健康。我们下次见。